驰骋踏遍荒草，告别平凡，寻觅逍遥，不招摇，必尘嚣，奈何人心难了。藏得着，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孤身失恋热血烧。 从此相忘于天涯，坦荡精神的强大，千般气焰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成始终，愿愁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成始终。 在去泰南小会的路上，我回到了故乡，看到了妹妹的婚礼和久违的爹娘。凡间与修仙界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，我知道，此次一别，以后就再难相见了。小山兄带我找到了泰南山，这里是散修们聚集的一处秘境。我用准备好的丹药交换了不少有用之物，不过，也遇到了一些喜欢找麻烦的人。看来这修仙界。 也不是什么太平景象。本轮大会由我们偃月宗主持。在升仙大会开始之前，我们会先对各位参赛者进行灵根测试。通过测试的修仙者可以获得7大派入门资格。稍后还有擂台比武，胜利者可以获得各门派。那位长老好生年轻啊！你别打他的主意，他可是结丹期的，咱们高攀不起。实际上，最好连他的眼睛都别直视。 董轩儿，水木双灵根，通过。
抢夺灵球可以，不可闹出人命。火木双灵根通过，土木双灵根通过，落选，通过。还轮不到你呢！小师兄，来。风系异灵根通过。异灵根，这届可真是卧虎藏龙啊！水土双灵根通过。真无聊，这对我简直易如反掌。小子，你是吓破胆了吧？看来你的灵根肯定不怎么样。此人睚眦必报，修仙界怎么竟是这种货色？把球给他吧。水土火木4灵根落选。魏连根也敢来参加升仙大会啊，真不怕丢人。哎呦，真是什么人都有。金木双灵根通过，这位就是今天最后一个通过测试的修仙者。看来这次没什么看头了。咱们俩可是难兄难弟了。小山兄，升仙令对我太过重要，只能瞒着你了。本次擂台竞技，各门派拿出了不少奖励，灵石功法皆有，最终胜者还能获得筑基丹。请想要参加比试的修行者站上各派的擂台，两比武，胜场越多，奖励也就越丰厚。燕家燕磊哥来挑战，谁人应战？燕家堡的人，燕家堡的人怎么也来打擂台？燕家堡，又是何方神圣？燕家堡是虚国一个特殊的修仙家族，他们很注重炼气和阵法，即使修炼境界不如对手，也能通过法器和阵法逆转胜负。这次连燕家堡的人都参加了，这升仙大会还真有些看头。修仙者的实力不仅看灵根，还有法器、符箓、阵法、丹药，利用一切可用之物，谋定而动，厚积薄发。看来这才是最适合我的道路。小山兄，与你同行，我真是受益极多。客气了，韩兄。停！啊，这位道友，在下学艺不精，认输。起来吧，兄弟。看来在这修仙界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。点到为止啊！真是世风日下呀！此人也要进黄风谷，倒是个麻烦。出去走走，小山兄，那几个散修怕不是什么好人，你要当心啊，不可轻信他们。小山兄，参加擂台比武，对我来说意义不大。等到大会结束，就拿着升仙令去黄风谷碰碰运气吧。
啊！小山兄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他们果然是坏人，下了毒要抢我的东西。好厉害的毒啊！是谁对小山兄下如此毒手？ 少说废话！可惜走脱了那个青纹道人，看来此人才是幕后主使。萧山兄，你是我在这修仙界的第一个朋友，可惜不能一道走下去了。我家乡和家人的秘密，就随你长眠于此吧。当初我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被莫大夫引入修仙一途，后来是小山兄带我见识了修仙世界的美丽和残酷。修仙之人看似神通广大，长生不老，比起他们，凡人一生匆匆如流水，就像浮游一样，朝生暮死，微不足道。但修仙界也非太平之地，这里也有善恶之分，也有尔虞我诈。为了在这残酷的修仙界活下去，我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。还算走运，我得到了金光圣人那枚升仙令，有了它，即使连根不佳，我也能拜入黄风谷门下。从这里开始，才是真正的修仙之路。这位道友，此来所为何事？在下韩立，我有黄风谷的升仙令。这块令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上船吧。好。你可以叫我吴师叔，此物极为稀有，你有机缘得到，想必祖上与我黄风谷有莫大的渊源，当受礼遇。近日还有些新进弟子，随我来，我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。登船吧。吴师叔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此乃掌门所住主殿。汝等不日便可前往拜谒。掌门师伯为人温厚，往后若有困惑，尽可请教于他。
若黄风谷弟子皆可领取这样一件飞行法器。这就是诸位的住处。各位随我领取一套入门物品。这里有黄丝衫一件，青叶法器一套，基础功法一套，基础法阵一套，烈阳剑、冷月刀各一套，还有储物袋一个。青叶法器可助人御风而行。储物袋，顾名思义，可供存储物品之用。注意，这是修仙者必备的法器，对每个修仙者而言至关重要。但它不可存储活物，低级储物袋亦不可认住，所以各位定要保管好它，否则身死道消，全身家当也尽归他人了。大家看那儿，那里是传功堂，是给新进弟子传授基础功法的地方。诸位平日修炼上若有疑难，尽可到此地寻前辈指点。当然，也可以来找我询问。大家看那边，那里是百基堂，诸位平日也可来此领取谷中任务，赚取灵石。来，我们快到了。请诸位现就去百基堂登记姓名，登记后便可获得分配住所，之后便可自行熟悉谷中环境了。是。走。韩立，留一下。拥有升仙令者，可提前得到一枚筑基丹。这是你的了，收好。它对你未来筑基至关重要，你可一定要看管好了。觊觎这筑基丹的人可不少啊。多谢师叔指点。去吧。听说大部分弟子需要尝试多次才能筑基，我的灵根不够优质，一颗筑基丹完全不够。之前在泰南小会换到了筑基丹丹方，但需要大量稀有草药炼制。药田，这里可能有稀有药草的线索，而且远离纷扰，能让我安心修炼。看来我在莫老药园里学的本事，能派上用场了。愿这一双手也能摘下星辰。